讲到台语歌的发展已经有100多年了，由文化部所举办的音乐创作营，今年特别邀请台语老师郑顺聪来到一个所在呢，教营队学生写台语歌词的撇步，鼓励大家做伙来创作。我看到一个大娘亲，我掉了惊死，不知影怎拍好势。我摕物件做比想要来处理，伊走来走去。互学生用无共的主题落去解歌词，佮安怎甲华语歌翻译台语歌。这是文化部举办的音乐创作营，除了有专业的老师教学生囡仔创作的美感，今年佮加入台语的创作课程，邀请郑顺聪老师来教写台语歌的撇步。因为即摆学生拢是华语教育嘛，伊也要写台语歌的时阵，我第一步就是请伊甲华语转到台语，第二步就是咱掠到一寡台语的原则，譬如讲咱爱倒句、爱押韵、唔通倒字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就是讲全台语的创作，会当甲掠一寡即个较时行的旋律，甲填即个台语的词。郑顺聪表示，过去咱有真珍贵粗糙的台语歌资产，但是即阵较欠新时代的台语歌。音乐创作营负责人詹立兴本身也是台语创作歌手，伊嘛望少年辈有写歌的能力了后，会当加入母语的创作。因为我家己本身也是写台语歌的歌手嘛，但若是望讲，阮遮学生啊会使有一寡学习讲安怎写台语歌，会使互因一寡影响，愿意用母语来写歌安尼。主办单位表示，即阵音乐设备的提升，少年人要写歌创作真简单，但是一条歌要安怎有画面、有故事，就爱靠生活中的观察甲经验。3天的营队会带学生电影访问、教乐理、写词、录音，培养少年辈音乐的素养甲才情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